位于中西区体三地下停车场，原本预定去年第一季完工，历经台湾电话安平电区开幕来疏解车流量，不过因为欠工人力调度问题，地下停车场虽然已经报完工，不过爱等使用执照，预计2月底先开放。至地面上的特色游戏公园，目前嘛积极赶工，高雄局表示目标3月底才完工。过去几年是因为营建物价大涨的情况，所以厂商的出工不是太顺利啦，所以大概导致工程有一些延误。那大致上目前整体的地下停车场的部分都已经全数完成哦，那是在最后的一个始造清零的部分。那我们大概是预计2月底能够先行开放地下停车场来供民众做使用。那地面层的一个景观的部分是预计在3月底能够完成。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完成验收，然后开放给民众来做一个停车跟休憩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该停车甲公园的基地靠近市府甲议会合作正生公园嘛，特别引人注目。其实就是为了纪念甲子园第一代棒球员苏正生，而且号名进前，高雄局也专程拜会家属。它的地目它是属于体育用地啦。那当时我们在地面层公园的设计的部分那市府就是希望能够来表彰那对台南市有贡献的一个体育界的名人那所以这边府城就决议那我们是来采用正生公园就是来纪念我们第一位击出这个球那打到全垒打墙的一个台湾选手我们来表彰这样子的一个的象征性的意义那因为苏正生先生本身是我们台南市的东山区人那所以我们就决议来采用以正生公园来做命名。因为地上公园甲地下停车场拢是由高雄局承租，后续管理维护嘛是高雄局做伙委外，甲过去有较无同，毛民众相当期待这座新的停车甲休闲环境。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